继续顿手吼，就是一口气吼，这个无问题，一口气。讲到一口气，我怎么想到？来，我甲恁问吼，较早咱迄个华语的造句吼，定定国文老师吼，恁可能嘛拢捌做过吼。伊有一个真水的迄个连接转折词吼，或者与其不如有无吼？啊，定定用这个与其不如来互学生练习这个造句吼，与其不如来请教大家，与其怎么样，不如怎么样，这个重要的语法吼，台语安怎讲？恁只要讲与其怎么样，不如怎么样，咱台语安怎讲，安尼就会使。你若会晓讲，你当然就会晓造句。与其安怎安怎，不如安怎安怎，咱台语要安怎讲？我后壁迄个我会用较输啦。就哪安怎较输啊？嘿，足水的，迄个你用较输有无？就是拄将不如完全甲翻出来。互我即马才有看到咱的口味吼，就讲我会讲足口语化的，我讲干若安尼规气安怎啦？咱有当时咱咧有足口语化，就是庄脚人咱拢就讲就讲即件代志干若安尼规气安怎安怎就讲干若爱出遐济钱规气迄当阵看是安怎安怎即个也是咱拄啊新闻老师讲有无迄个若要安尼后壁是迄个较输安怎是讲干若安怎迄个干若就是语气啦，因为咱有若说形容迄个语气翻多啥会出来？麻烦恁甲迄个伫咱的内甲写一下，甲加一边点的甲若是弱弱甲若点点点不如的讲规气甲若安怎安怎规气点点点相信这个词你看咱即摆有几啊个后边咱都迄个啥较会晓用其实台语要讲水句无一定讲爱讲一寡足高深足堪听到的语词。等到咱若伫讲话还是讲伫演讲的时阵你看你若会晓讲干若安怎规气安怎，迄听起来规句话你会感觉足啥足煞拍足水开的所以台语水有当时就是伫迄个啥微微角角的小所在咱就会当感受到就会当感受到。